各位網友大家好，喺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留言、like 同埋 share， 最緊開幕嘅鐘仔，等個新片出可以馬上通知你。如果方便的話，麻煩頂到尾。先嚟講講發展商消息，一直都受債務纏繞嘅新世界發展喺今日終於都向債主埋手，出公告表示為置換部分債券以優化公司債券到期結構，將發行總本金額不超過19億美元，即係折合大約148億港元嘅新永續債同埋新票據，以增強資產負債表嘅靈活性同埋流動性。而今次出手削債，永續債嘅 haircut 幅度介乎50%至到53%。除咗永續債之外，仲有多批2027至到2031年到期嘅票據 haircut 係10%至到32.5%。新永續債為最多16億美元，而新票據就3億美元。新永續債嘅債息係9%，而2031年到期嘅新票據債息就7%。置換嘅提議仲要求債券持有人放棄5隻永續債應計但未支付嘅收益。彭博引述 CreditSights 新加坡亞洲戰略主管Shanina 表示，置換價都仲算唔錯，但係決定廢棄美元永續債應計嘅利息同埋缺乏股權融資就令人失望。而根據公告，現有嘅債券持有人可以喺10月2號或之前提交有效嘅交換申請，而且仲設立早鳥優惠。如果選擇喺11月17號或之前提交，可以獲得較佳嘅交換條件。呢個操作好容易令到一班原本唔係好滿意嘅債券持有人陷入囚徒困境。難怪啲人會稱讚鄭家純喺香港玩企業發債，佢哋鄭家贏第二都冇人夠膽贏第一。而根據財經專欄作家馬索洛嘅分析，債主如果覺得俾人劈到一頸血，當然可以唔接受 offer， 但相信今次反對完之後，集團再出新 offer 都唔會好得去邊。新世界想執翻好盤數，除咗為咗向銀行交代，更大機會係想解決之前債券派唔到息嘅問題。債券派到息，股票持有人先至有機會收到息；股票派到息，就有更大嘅機會做到配股。而點解咁大幅度嘅 haircut 都會有人接受？最簡單嘅答案就係輸少當贏，一嚟就係手頭上嘅永續債派唔到息，就算 haircut 之後都高過目前市場嘅買賣價格。與其咩都攞唔到，不如接受換翻批有保障嘅新債，起碼都可以憧憬重組成功，批新債派到息。相信新世界係想做啲嘢，如果今次成功的話，資產負債表嗰度起碼都少咗百幾億。但係永續債雖然話有9厘息，但係始終都要跟翻永續債嘅條款。公司喺財務上有咩頭暈身慶，第一個就揾佢嚟開刀，因為成本最低。另外港鐵亦都公布，已經就總額不超過250億美元或等值嘅債務計劃向聯交所提交申請，打算喺12個月內向專業投資者發行債券，預料以唔同嘅幣值同埋唔同嘅形式發行，限期不少於1個月。安排嘅銀行匯豐所得嘅淨額將會用於一般嘅企業用途，包括營運資金、再融資同埋償還現有嘅債務。而睇翻港鐵喺今年3月先至發行3批合共30億美元嘅債券，分別係5年期、10年期同埋30年期。咁快又要發債，仲要發成2000億港元，係咪有啲嘢我哋唔知道，定係港鐵想食大茶飯？另外，證監會網站最新資料顯示，同太子集團關聯嘅保險經紀公司同埋證券公司最新狀態顯示為牌照被暫時吊銷，備註亦都顯示終止受規管活動業務。而保監局亦都採取行動，就關聯嘅美的保險經紀有限公司牌照雖然有效，但係持牌嘅條件就被限制，不得進行及顯示保險業相關嘅活動，而且不得收取、持有或處理任何客戶或潛在客戶嘅款項。生效日期係2025年嘅10月28號。懲處呢兩間無關痛癢嘅公司，只係小鬧大幫忙。而家香港人關注嘅係警方、證監會呢啲相關執法機構會唔會採取行動處置陳置喺香港嘅豪宅同埋商廈，以及關聯嘅上市公司股票會唔會停牌？而關於太子集團嘅迅速崛起，彭博今日都有篇報道，話3年前時任柬埔寨首相嘅洪森曾經喺金邊舉行地區峰會，向包括拜登在內嘅多國領袖贈送咗本地打造嘅豪華腕錶。呢啲限量版嘅蓮花陀飛輪腕錶都鑲嵌咗25粒寶石，而部件上面都刻住柬埔寨太子控股集團嘅皇冠型標誌。拜登喺收到呢隻錶之後，就同其他物品一齊移交俾美國國家檔案館。呢啲由太子集團旗下嘅製錶學校設計同埋組裝嘅禮品，展示咗呢間企業同埋出生喺中國嘅董事長陳志點樣躋身全球影響力之巔。而現年37歲嘅陳志亦都精心打造咗佢合法同埋慈善家嘅形象，而且同各界重要人士同埋機構建立咗聯繫。而哈佛大學亞洲中心研究跨國犯罪嘅訪問學者就表示，
太子集團之所以能夠咁蓬勃發展，幾乎可以肯定係得益於香港同新加坡呢啲開放性同資本自由流動嘅地方。而國際社會嘅反應覺得呢啲地方差唔多同共謀冇乜分別。就喺美國指控公開當日，陳志嘅家族辦公室仍然喺度招聘緊私人助理，工作包括採購食品雜貨、接送小朋友返學放學，月薪可達5500蚊新加坡元。有知情人士透露，陳志已婚，有3個小朋友，都係住喺新加坡。另外補充翻，尋日公布嘅週末10大屋苑成交宗數，中原就錄到8宗，按週跌咗差唔多一半。佢哋表示，由於大市氣氛轉好，業主睇好後市，議價空間收窄，加上大批二手筍盤被消化，令到二手交投陷入膠着。而美聯就錄到10宗，按週差唔多跌咗一半。如果以15大屋苑計算，週末就錄到11宗成交。而利嘉閣就錄到11宗，雖然都係回落，但係幅度比較細，大約30%。而廖偉強所講嘅都係差唔多，市場氣氛比較好，二手盤源收窄。呢啲情況喺市場並未罕見，過往都經常會出現，係買家同業主嘅角力，要睇下邊一方面好力啲。如果買家好力啲，個樓價就會向上；如果買家冇力，冇辦法再搶高，整頓一排，業主迫於無奈就會將價格下調。盤源少咗，當然係有利擠高個樓價，但係市場有冇足夠嘅購買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而新盤方面，會德豐位灣仔春園街嘅 Spring Garden 就喺尋日作首輪銷售60個單位，折實售價由798萬5去到1261萬4，而尺價就由27346蚊去到31693。據聞 A 一組喺頭半個鐘頭已經賣出咗32伙，涉及8組大手客買入4伙全層。去到大約5點鐘，發展商就表示首輪60個單位已經全數沽清。呢個盤犀利之處就有別於會德豐最近開價嘅新盤 Miami Key。我睇過張價單，唔見有太多現金回贈俾買家，有嘅都係得個1-2%，係有啲出乎意料。而個項目好細，得80幾伙嘅啫。但係對呢啲單棟重建項目咁高尺價成交，我係一直都冇乜好感，屬於易買難賣，好容易變咗上會或者稀亂。但係好明顯呢批入市嘅人唔多似係用家。唔好唔記得舒適寶陸毅強夫婦喺賣希聯嗰陣時都係半打半打咁買，連市場最精明嘅投資者之一陳允雲都中咗灣仔上會嘅伏，大手掃入，最終都要蝕讓收場。另外，中國房地產市場喺高掛牌量同埋預期偏弱嘅影響下，二手樓價持續受壓。最新嘅數據顯示，10月份頭100大城市二手樓價按月按年都下跌，而且跌幅擴大，二手樓價已經連跌咗42個月。中資研究院嘅報告顯示，截至10月31號，8成二手住宅均價係13268蚊一平米，按月下跌咗0.8%，跌幅較上個月擴大咗0.1個百分點。如果由升跌嘅城市個數嚟睇，100個城市全部錄得下跌。二手樓價連跌咗42個月，較舊年同期跌咗7.6%。而新樓方面，8成新建住宅價格係16973蚊一平米，按月上升咗0.28%，有33個城市係上升，60個城市係下跌，7個城市係持平。如果睇翻按年，新樓嘅價格係上升咗2.67%。不過論新樓價格嘅代表性就遠遠不及二手樓價，因為發展商可以作出諸多嘅回贈，而唔會反映到出嚟。而二手樓價係基於真實嘅直接交易，更加能反映市場供需嘅關係。而租金方面，50大城市按月下跌咗0.49%，而按年就下跌咗3.63%。佢哋表示核心城市新樓嘅價格結構性上升，但係整體平淡。而二手樓價壓力仍大，以價換量嘅態勢冇變。而租務市場都進入傳統嘅淡季，相信租金跌幅會擴大。喺年尾預計樓價同租金都會面臨一定嘅壓力，連傳統嘅旺季金九銀十都冇氣息，相信嚟緊嘅日子更加唔易捱。今日就講到呢度，如果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留言、like 同埋 share。